向静好，欢迎收看《出名大会》。今晡呢是年初七，先恭喜大家新春伊节。你下为小家咧，大家准时上班上课，唔定伊着卖有票务。广东东台湾都系好山好水，其实咪系一票难求。按当年咧东部地区嘅见面，唯一二是嘅主要台中运输就系铁路。不过按当年咧一票难求嘅问题，也一直冇办法解决。今晡出面大会系特别来到咧花莲人嘅水母乡，为求到大家共下咧面对了个议题，探讨了个现象。影片是讨论现场。开会了！好，我想大家呢下呢就来到了开会讨论嘅现场。我后背呢就是水母火车跳哦，所以等下呢会谈到了火车拢滚，安用行来行去，冇错。呢讨论嘅主题就係撈呢個推天連通，撈呢個火車有關哦。講到來到了水母嘛吼，影片會為大家咧紹介，今日參加抽談嘅裏邊。第一位呢，呢位紹介係我們台鐵區花蓮運務段的段長鍾建立，張段長你好。大家好。歡迎張段長請坐。第二位裏邊呢，紹介係立法委員蕭美琴的辦公室主任呂秀玲，女主任好。主持人，各位瑞穗鄉親，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感謝。其實蕭美琴委員相當關心這個議題，本來他是要自己親自前來哈，不過臨時有重要的會議。他個第三位對邊呢係少改讀花蓮東發台後，我們看介紹的是東部區域運輸發展中心的主任楚志鵬楚教授好。主持人各位瑞穗鄉親大家好。非常高手嘅準聰呢係特別到運輸連通方面來提供幾個觀點。當然，現從採從呢水母鄉嘅推表會，還有呢花蓮人嘅染疫染動到嘅公共業者鄉親推表，都來到現從強下關係嘛。好，呢就算講到了呢個花蓮啊，東台灣按做係好山好水啦。不過你下大家講到人為而家上班就係一票難求，樣片來看，到底嘛個係一票難求。為今年呢，特別為花蓮鄉親推出了個專項政策，即打造開放填票，名如人民紅、秋意景係全部賣搶搶。撇開今年請平常時準務，好嘅時段，夾嘅差標，還係一票都買唔到。很難訂，非常難訂。不好買，有時候10幾天買不到票，每次訂都訂不到，很頭痛。票都按難買，係因為差標挺少的哈。北回線一天69年的時候，一天60幾趟，到現在一天170多趟。那我們提供的運能也是一直在增加。以前增加12,000買模，你下講到花蓮，一個係好山好水，一個係一票難求。其實最近幾年配貼東山馬，賣新茶、萬新天氣化，整體運量、老品質都有提高。不過用嘅還係對唔到市區呢。很多人要回家鄉都沒票了。冇結構之前，特別顯示橋調查到容易用電腦程式來售票，2張日之內確保走了50萬筆嘅填票。到花蓮，未查到嘅二品店勞力行殺，實體違法填票。總共訂了189萬張。唔但搶台灣，就連到台六也有網友來搶票。一些運營的網站，還有一些淘寶的商家來買。大家出售那個訂購車票的話，是可以罰1到10倍的。幾十萬嘅票從按樣本提停嘅人拿走，不過你單槍係唯一嘅理由嗎？最根本就是改善這個瓶頸路段，尤其這個雙軌化。那北回線如果能達到3軌，那一些貨車啦，或者慢車，它就不會佔據那個快車的行駛道。比起西部的交通便利來講呢，那花東的鐵路呢，可能就是除了航空之外，它是唯一的一個大眾運輸。台鐵呢，它應該提出對於花東居民有更好的一些回饋。唔是講為搞嘅人冇票類，為政府嘅人喊卡係路衝難度，花蓮嘅一票難求，各方都有需求。乃細節總有可能同旁改建咯。
花莲铁基呢，跳过甲松都按做是后山呐，哈。其实呢，躲这个全台湾的铁路网还没有密布之前，在早期5、60年代那时候呢，从台北要到苏澳、宜兰这一段，再到花莲，其实这段是空缺的。该东西跳过路途讲吼，记到都是从基隆港到花莲港坐客船，或者是只能走苏花公路。不过呢，这个北回线、北回铁路的这个开通，我们10大建设当然带来了一定程度东西部之间的交流跟连结。不过其实这个一票难求的议题啊，动辄真正就亏死了。最早到民国69年时间，我们的北回线10大建设之一就已经通车了。那呢，在通车之后，这个北部跟东部就可以开始连结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是变成全台湾这个台铁部分这个最赚钱的黄金路线啊，台价都会错俩差。到1992年的时间，因为各种的铁路系统的改善工程，那时候就产生了真正一票需求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观光事业的发达，还有东部资源的开发，所以台价都叫抢票的哈。一路往后发展，包括我们电气化完工、双轨化完工，我们的北回线一直在体质上精进哈。每呢都200我们的高级列车速度很快的倾斜式列车，1个小时最高可以开到130公里的太鲁阁，还有普悠玛都陆续的投入。在这2种车次投入之后呢，这个载运量就大大的提升。唐希瑞那个量就提高啊，牛巴还卖不多呢，所以这边就产生了从这边那么多年来将近20-30年的一个时间轴的顺序发展。了解票南 Q 动推弯还係強用嘅問題，主要呢還係分別就講，體改係唔係那個票務產生問題？天界呢係唔係分流嘅問題？你大家知，你下大陸銀行動到都兩時間都降落來，所以跳下你兩片就捆到哈，該黃牛。戴着那个外套披着头，无脸见人哈，这样子扣着，他可以抢掉189万张的票。这个票务问题很冇办法解决。现从应该现场问你个发电厂议员张志冠张议员，议员以后，其实大家知哦，议员到雷县议员进前，你系做警察的哈。请问啊，当你警察时间，像爱用动谱违法抢票、包票、黄牛卖票两个情况。真去安严重吗？我曾经侦办过一个黄牛票，哈，就是一品店业者在买垄断这些票务的市场。其实一品店它只是在花莲到苏澳新这一段。哦，是局部路段。对，它局部路段，但是它的票也是复兴号、自强号跟区间车，但是他们也没有买到太鲁阁。哦，是这样。可是他为什么可以超越一般人订票的系统？他可以大量订票嘞？因为他们一般之前是有用外挂程式，但是呢，外挂程式呢已经没有办法再进入台铁的系统了。他现在一般都是用我们手机的 APP 来订票，这个会比较好来订票。所以说，其实这个犯罪手法日益精进，所以他们这种抢票，真的在你的观察是真的彻底影响到一般乘客的权益了吗？会影响到了，但是呢。假如说真的从台北到花莲的话，他们不像一品店业者，他们不需要去抢这些票，是一般的游客，甚至有白金的8折卡，他们需要抢，那是国内的旅客。哦，你讲到白金卡，这是另外一种包票的集团了哈。那样的状况，你观察这种白金票在台铁系统，是不是应该到了检讨的时候？我想应该白金卡应该给我们花莲的乡亲来使用。为什么说？我跟你报告哈。因为白金8折卡，它假如说一般列车有385张，白金团体票可以订95张。但是呢，在西部干线它有客运，它台铁它对它台铁给这个优惠那是 OK 的。但是在花莲呢，只有一条北回公路，就是北回线。我认为是你只要在还有白金卡那 OK， 但是我认为你的白金卡应该给我们花莲县的乡亲。是来使用才是正确的。我们的张县员马上就为地方争取权益哈，谢谢你，你请坐，待会后续请教。这个台铁的白金会员，你知道白金比黄金还更高价哈。这个白金大概刚刚请教过张段长啦，指的是说在半年之内消费320万以上，你就有这个资格门槛变成白金会员。那我想说，就以我来讲，一般人可以在半年买到320万的这样价钱的票吗？那当然可想而知，是团体是组织。我现场先简单民调一下，曾经上网去买票，或者是你们。住在这里嘛，哈，有买票需求，但是不好买票或买不到票的经验有吗？请举手看一下。
大家镜头扫一下哈，手先不要放下来，镜头扫一下。哦，看过去，谢谢大家。这些举手的人当中，不乏是民意代表哦，不乏是我们地方这个也很有本事的旅行业者、观光业者啊，他们自己要买票都这么难。好，我知道在场哈，我们瑞穗就是观光小镇，我也先来请教一下我们观光的业者代表，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在这里是开民宿的业者。开民宿，那我们最可以体会到就是买不到票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常常遇到一种状况，就是客人先来跟你订房间，你就讲冇票那就冇来哦。就主不头连冇来了。对，他可以先订，那我们要不要还他定金？我基本上都会还。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你买不到票。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只能，如果他只能利用火车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体谅他啦。所以我觉得以前台铁曾经推过暑假的那个学生专案，那时候学生的客人都会利用这种的全省的套票在跑，那个就非常的棒。我觉得那个就很适合，很适合在非假日、非尖峰期的时候来推。好，感谢这位漂亮的小姐。我问题请教一下我们张段长，先从票务问题来解决好了。这种黄牛票、违法订票，我们现在的防火机制不能够杜绝的吗？像去年就取缔75件了，当然那个报章媒体这样讲189万了哦。那但是铁路警察方面呢，他取缔的件数啊只有75件，所以他们这个有的等于说他订票的程式啊，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一直在设防火墙，但是这些。尤其是这些旅行业者，他们会找人家设计那种软体，要突破我们的防火墙来订票。刚才讲的那个团体票啊，主要还是针对，比如说观光客啦，或者是机关团体，地方的团体有这个需求，他一次像我们的一次订票只能6张，那你团体就10人以上嘛。那我们团体是20天以前到2个月，你就可以去订了。好，那在连续假日我们是。所有的对号列车只能20%，那如果非连续假日的话，除了这个自强号25%，莒光跟复兴可以达到30%。所以说这个事实上我们这个团体还是针对刚才讲的白金会员，就针对这些团体有很多他们组团要到，因为花东毕竟是一个观光的圣地，对所以在台铁方面觉得这个团体票倒不是什么一票难求的大症结点嘛。如果说他没有来申请团体，他还是会到网络上去订票所以为了地方发展观光的需求，才有这个团体票。是，先谢谢张段长说明。所以团体大家也是人人可以申请啦。我们常常讲，烦死了，东部就是一票难求。这个一票难求其实范围要定义一下，并不是指台北到花莲都一票难求。真正关键，后来抽丝剥茧发现是在北回线。透过这张图表来看一下哈，到底这个北回线大家可能稍早分不清楚。其实北回线指的是从苏澳新到花莲，苏澳新到花莲总共有13站，自强号呢开了4班车。普悠玛开了1班，莒光号5班，复兴号3班，区间车8班最多，区间快车3班。那当然，这后面是时间啦。我们知道说普悠玛是最快的哈，火车快飞，48分钟就可以这样到了哈。然后再来，你看这样的时间点，所以我看到总共我这里整理的资料是23班然后就单次哦，不是指双次。然后单次这样的运量，刚刚段长跟我讲说，大概可以贩售出带出1万多人这样子的。移动没有问题。好，那刚刚呢，我们就要来问到这个部分。这样子1万多的这个座位数可以载客的人次，不能够消化吗？这个部分我问题先请教你法连染感易然，王易然以后，其实你也采提动关心，那个北回线、北回铁路啊，大家都讲拢卖买票，你市到最台关键，叫下讲，买月票唔系问题啦，团体票就唔系问题，你看到系咪量挺少呢？有当时订票去请到位的，啊，毋过订唔到票，订唔到位的。没有买到票，可是上车却有空位。车厢空空的，我上一次就请3个段长3个站长替我买票，结果都买不到票，结果上车4个车厢全部都没有客人。我还 po 网上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他说人家是订了票退票，我说不对。我早上9点去还是买不到票，为什么我做10点的会没有人做呢？所以台铁自己的订票这个系统一定出问题啦。何况就像我是玉里这边我们上下旅客一天有1000人次，我们有5个乡镇的民众会到
玉里去搭车。有时候因为普悠玛瑞穗比较委屈一点，没有一天只有停一班普悠玛在这边而已，所以他们为了赶时间会到玉里去做。所以玉里不但玉里镇、卓溪乡、瑞穗乡、护理乡、成功镇、长滨乡全部挤到玉里去。所以6个乡镇的旅客都要到玉里镇去搭车，但是玉里一天一班车次啦，只有给20个座位而已，你说如何容纳？王议员也亲口告诉我们，他买都买不到，可是上去一大堆空位，表示这些开下来的列车是蚊子列车吗？没有人坐吗？李主任请教一下，这个北回线委员也在搭，他发现到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为什么出在哪里？就是我们台铁票务系统实在是太老旧了。太老旧。对，这个我们现在用的票务系统是所谓第3代票务系统，它的年限应该是到102年就应该要寿终正寝，淘汰了，不要淘汰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它的寿命是10年，但是比如说它上线的时候是民国92年，它的设计可能是在民国89年、88年做的设计，88年、89年就90年的设计，跟现在的科技水准是非常大的落差。所以你的意思说，其实车子的量够，只是碍于那个系统老旧，订票的系统老旧，变成没车坐。对，就是换寡后也换不均啊，就是这个票务系统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贩售窗口，它也是一个分配机制。像我们的第3代票务系统，它是用机械式的固定配票，比如说玉里多少票，瑞穗多少票，这是固定的配票系统配票。但是如果有那个玉里它需求提高起来的时候，它并不会把瑞穗的票去支援，不够聪明，不够人性化。它非常对，而且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要求，就是第4代票务系统真的要，事实上早就应该是要在上一这个任期就做好规划，在102年就要接轨上路，但是这个没有做到，这个我们还对。是，谢谢老师。北回线问题，后来我们发现是在这个所谓的一票难求到东部的一个关键点。刚刚提到了几个问题，票务系统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上车竟然面临的是空车。老师，你实际的观察，还有你的专业见解是什么？我在这边做了一部分的研究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票务调整有几个阶段一个是试票。就是放票的这个机制，一个是取票的机制，就是包括什么时候要取票，然后罚款要多少，那再就是配票的机制。对。那我就配票机制来谈就好了。比较大配票的机制是最基本的，因为一开始配票不均匀不对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那就我所知道，台铁这边的目前配票的机制是属于经验法则的机制，那我们用别的方式去揣测模拟我们证明它的机制应该是就现在的人口数加上。家庭所得的因素去调整每个地方的配票，可是这是对某一些常规的系统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特殊的案例，像东部地区，它可能要考虑的是职业人口、就学人口，尤其是东部有很多的学校，加上观光人口这些因素加进去，应该重新去做一个配票的一个概念。那再来就是提到这个李主任所提到的智慧型的。配票的调整系统，它应该要随着动态来做一个调整。那这一步没有做到，就会像刚王议员所说的这个只有20张票在这个玉里这边，那是不太符合公平的原则。原来是这样，所以这样听起来，原来到东部的一票难求，换寡也换不均哈。这个虽然说整体品质有提升，但是在末端这个订票管理上产生一个很大落差。虽然我们讲到说陆客一下成长量太多，可是这个分流，我们台铁马上感应到问题就马上来做解决，所以后来我们的陆客是用专车的运输方式来分流，跟国旅还有国内的需求人可以分开。那这样子票务的管理问题，赶快来请教我们的张段长。这个所有的车票都是按照这个每一个车站它的业务量，你说业务量多寡，我们去配这个座位数，但是呢，它没有自动媒合的功能。刚才李主任也说明了，机器就是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会员制，如果你订不到票，比如说这个台东到玉里，然后到花莲到台北，如果一次订不到，他会把这几个站没有的，他自己把你媒合成一张票，对，然后通知你来采购。好，那这个听起来是挺智慧的，但是落实到现在从刚刚看到图表一路发展30多年来，一票难求，为什么到现在还形成一个议题？我们今天会选择到花莲中南区的这个水木乡来讨论对，又一部分大家向进度公道，针对出在花莲台站之外呢，到了解中南区嘅花莲相对嘅偏向。接送了解差位卖5度
水妹功夫都就安个问题，你先跳过样片来谈，记到实际的现象系嘛该？光复乡呢，作为居民，大家都有心里都非常委屈。尤其我们光复站呢是封滨跟光复，他们说旅客比较少，但是没有班次怎么会有旅客嘛？光复乡的人口比瑞穗、比凤林都还多一点，但是实际上的票数还比他们少。我以前无喺台北上班，当些人卖摸彩票，继续讲啊，你哪里转来唔得？十工钱去买，讲没有票，没有票。有时候上车啦，看到车上都是就是空空的，嘿啊，坐十几个人而已啊，我们就去买票，说没票，我们就大家这些村民都觉得很怀疑哈。大部分查某囝吼，一年才回来一届，就讲妈，我足歹买票的。普悠玛从台北出发到台东的这一种，有很多班光复没有停的，直接停瑞穗，曾经就这样子，只能买到瑞穗，再从瑞穗搭回来。啊，从头错了光复站还有摸票有一个发链。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去做解决，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天从富里乡发到新城乡，可以发3班的区间列车，创造出我们花莲的一日生活圈。好，跳过样片群的吼，光复乡讲，其实记到比水妹较较惨嘛吼，因为记到引导还很冇位的好错，强用哦。你真正是推动七重改片咧采风留洋，七重改片人家讲哈，花莲因讲冇票好错，你推动较较严重吼，所以安样就同伊咧讲。都东半部提起，无论花莲也系推动，无论哪只乡镇吼，主要系到火车是3等站的那一种小偏乡吼，都会起到都唔大错。你才提水咩个乡亲，你都会感觉系麻干哦。你日票难求，系咪有实际感受？这半年来，我非常密集的上台北，就是一票难求。但是你就要智慧型的去订票，要当天的14天前的那个前一个晚上订票前一个晚上12点，而且你不能12点起来，12点起来就没票了。分秒必争啊，用哈。对，就秒杀嘛，所以叫秒杀，就是这样来的。好，所以是这样。先感谢时代哥。我们一直在困扰的，我们相信所有乡亲啊，就是订不到票，就停靠站太少的问题。我想这是就算有普悠玛，停不到你瑞穗。对，刚刚我知道哈，有很多人认为说，光复没停，瑞穗停，但是瑞穗来讲哈，它的游客是比邻近乡镇，甚至比义里镇更多。所以瑞穗的这个停靠站的需求啊，是特别的需要的啦。好，先感谢主席，主席提出来了哈，观光所产生的需求，到东埔也系议事啦，铁路交通，好了部分等一下我们要继续专章讨论。那个继续请问采冲甲乡亲哈，一篇看到系修历史中，历史中呢，佢系泛舟工业历史中吼，所以佢对了个采提观光都动就感讲，来先请问你啦，对了动推弯，了挑选票安那卖，你系唔系有采提意见为反应呢？你话卖咁多票，对太严人係樣反應。你鄉親嚟轉係假熱，喺個要貼片嚟啦，就係轉來。免啥兩日下好轉啊。所以嗰時間賣咁多票，才來呈現嗰個民意，嚇。所以講嗬，你啊，你希望台鐵公司台鐵喺度好好檢討啲買票嘅方式，嚇。再過來，因為花蓮嘅醫療設備啊，冇台北人好，冇西部人好。我卡要老人家，不平啊，去台北醫療，買咁多票。所以历史中我请问叶意思系讲，其实在乘客的分流上先做准备，游客累了会累了，累剩饭了会剩饭，会困起剩困起剩，至少这种细部要再更细心的去设计一下，系安用吗？错，杨班人呢啊，因為你吼東埔人，你用花蓮係後山，對，你中南部啊係後山係後山啊，後山中的後山哈。真緊非常嚟推廣，嚇，所以講我係希望講嗬，台鐵真緊來重視呢區塊，嚇，來向本嚟鄉親真緊有條安全轉來路。先感謝歷史中提出動重要嘅議題，大家拍手表示深有同感哈。我先請教我們的玉芬代表，在我們水妹體系，還有沒有我們要顧及到其實是另外弱勢族群的，我們唯一對外的公眾運輸鐵路的這樣子高度需求性。確實都沒有滿足其實我在12月份的時候，我就去台北開會，12點結束，
所以我才发现说我们的铁路的问题特别多。所以那时候有媒体采访，就是8个小时没有火车，因为我12点开完会，那我一查班车10点40就开走没有了，一直到下午的6点40的火车才可以回来。但是我又买不到票，所以我是坐到8点10分的火车。所以当时我这一大半天你回不了瑞穗的家啊。对，所以我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又急着想回来，可是我又没有路可以回来。那我想说的是，北回铁路是我们唯一回家的路，我们没有别的路。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这么难求，这么没有连车次都没有，我们怎么回家？那另外一点是8小时都没有火车停靠在我们的这个瑞穗乡啊。我想请问的是说，我们的铁路运输计划里面有告诉我们要铁路电气化之后我们会更便利更舒适。请问这8小时我们有便利吗？然后又一票难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一直虽然最近有改进了哈，有3班进来，但是2月29号又停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停止。那既然能过，那为什么不继续办？两位向性都分别讲到哈，因为都俩重难改偏向哈，这个搭铁路的乘客需求的种类，还有他们需要转运之间彼此互相合作的交通网，那部分变成一台问题。可以跟他立刻回来请教我们东华大学的教授，能不能针对这部分谈出他的观点？继续转到出面台北讨论现场，因为今日咧就系到水尾哦，大家有咧讨论到系俩火车票动南卖干问题。其实你讲到哈，都全台湾都看到这个铁路网不可谓不绵密啦哈，好几个纵贯线、屏东线、宜兰线、台东线、南回线，通旁就差不多会全岛连横的啦哈。不过呢，你看到其实呢，跳下你讲到动到卖咁多车票嘅，唯一系到所谓嘅北回线，就是宜兰到花莲的这一段，大概79公里，13个站。那呢，另外一个是我们这边正式名称叫做台东线，我们一般地方乡亲称它为发动线呐哈，就是花莲到台东的这一段，它的路长更长了哈，所以150公里，27个站。我们要知道，一个现在的铁路的交通瓶颈，会让大家在买票产生很大的困扰。问题是北回线还有两线哦，它是维持2轨运输。不过从花莲站以南到台东的这一段台东线，但强是20铁纪录停哦。当然有4个部分的瓶颈路段是可以双轨，但是全部总长加起来也不过40公里，占了全长150公里当中的1/4。所以也就是讲，大部分的路还可以维持在单轨。那大家可想而知嘛，双线变成一线道，那车子的运载量就变少，车的这个承载量就变少。老师，刚刚乡亲的反应是不是在这些报章媒体上我们都没有看到的深层的需求？我想。这个是乡亲的实际上的一个感受哈。那往往在整体我在铁路局在看一些大资料里面看到，比如他们就看到说这个铁路的运输使用率只有70%，可是事实上就会产生好像之间的彼此认知有落差，包括刚刚有提到说买不到票上了车，结果还有很多空位，这就是常常会发现。我们的服务的没有办法做到细节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极度的落差哈，从巨观到微观一个落差。所以刚刚有人提到说，要做更细致的一个服务的规划啊，包括从运输目的的一个分流哈，观光跟居民的一个分流，甚至是特殊事件哈，比如说特别的观光季节的这种分流，或者学生回来学校的这种分流的方式，要
铁路局真的是要多再用点心去看看怎么去运作。老师，这个问题在西部不成问题？当然是不成问题，因为西部的运具选择很多，那东部基本上就靠这一条，而且东部的运输很明显的是一条长廊型的走道式的一个方式。那这样东部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很不同，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不是这个银发族的居多，就是学龄童的人数居多，那他们的需求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时段上的一个分流，这是一定要去做的。比如说刚刚谈到火车票的问题，最明显的，我们订不到票的记录就应该被保留。哦，是应该被分析的。对，因为如果现在只是看业务量来看的话，都是扭曲的资料。因为你就是配这么多票啊，所以这资料当然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多人用嘛哈。那实际上是应该把在窗口上面没有办法拿到票的，就是老人家去那边买票买不到的，也应该做个适度的记录。那那个电脑语音的记录都要留下来，这个部分才能够达到一个公平的一个的方式。老师，你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当然是可以做得到，现在科技已经够了。张段长，刚才老师讲的，我们在第4代电脑里面绝对可以做得到。你上网订不到，我们一定有留下记录，甚至我们会收集这些资料，会加开车。是。那我现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了，北回铁路从69年开始，那时候一天啊，刚才讲的60几班车。对啊。一天大概5000多人。现在我们北回铁路啊，从我们改善号志，改成双轨电气化以后，我们现在一天的人数有3万人啊。大幅的增加，所以现在我们的所谓需求是一个滚动啊，滚动的需求。我们去年在做一个在火车上做调查，过去的返乡的民众跟来花东观光的大概是37比35。哦，真的。但是去年到花东来观光的旅客，当然这个还不包括陆客，就达到51%比35。所以这个越方便，观光客就越喜欢到东部来旅游。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观光人数的成长量，因为本来就要去抓住那个上限，你也才好规划，否则这种特殊型的尖峰需求，你们很难把它日常化嘛，哈，这是一个部分。那要问的就是说，刚刚湘琴也有提到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南区乡镇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跟台铁是密不可分的。这个部分，你听到他们的提问，你的回应是？刚才讲到说3等站，其实上3等站的这个落差很大，比如像富源跟瑞穗都是3等站，但是富源站的这个一天上车人数大概50几个，那瑞穗就500-600个，对，所以富源站大部分是莒光号跟区间车有停，那瑞穗啦、光复啦，这个就自强号都有停。那自从这个花东电气化完成了。平常我们的这个运能增加了18%，到礼拜6、礼拜天我们增加了40%，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讲一票难求？那我们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像瑞穗站的这个营收跟上车都增加了，像台东还增加了29%。对，所以这个是需求是一个滚动，你供给越多，到花东来越方便，那相对的好山好水吸引更多人来观光。所以您是给我们乡亲建议。不要在尖峰时段坐车，你们要有本事就坐平常的，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应该不是啦哈，不是啦哈。谢谢。我相信张段长是肺腑之言啊，这也是一个在做大众运输工作的一个普遍通则，所以代表你现在是要16天前订啦，怎么可以当天哈？主任，我先请教一下，刚刚湘琴讲到说东部需求，我先整理2个问题。第一个。在这种一票难求的情况之下，我都知道观光成长量多啦，那这也没办法。那有没有一条专案或者是一种规划配套，针对我们东部人的特殊需求性，好比照偏乡离岛的这样的方式，给花莲一条回家的路？当初会采购这种倾斜式列车，也是因为要适应花东地区到北回线的那个的路型线型嘛哈。但是接下来是台铁为了自负盈亏，它可能接下来会。把一部分的太鲁阁号、普悠玛号拿去跟西部去竞争，因为它跟那个某种程度它跟高铁是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回家是权利，好，回家是权利，这个部分必须要优先被照顾，尤其花莲地区、花东地区是弱势地区哈，都必须优先考量。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就不应该把我们的多采购的那个太鲁阁号或普悠玛号拿去西部
做盈利上的考量。那我们现在在中央的问政的或督促的这个进度，对，所以说我们会大概会希望是这样子，就是说为了因应那个尖峰时段的需求哈，应该在花莲这边要有储备的一些运能，可能在花莲站然后基务段那边可能带2辆或几辆的那个储备能够机动调动的那个运能哈，这个必须要中央层级最高层级的一个权力的支持，这个是牵涉到那个中央资源的分配。好，台铁我相信如果是有这样子的调度空间，多2台那个列车调度空间的话，我相信在一些突然增加出来，好，可能2、3天内突然增加出来，或当天突然增加出来的那个运量上的需求，台铁运务段这边都可以做很好的调配，有相当大的余裕。谢谢主任。王议员，我先请问，其实听我用谈下来哈，你试图对动办部提起，大家都按4Q 来个铁路，不过你个特别性个4Q 特别型的需求，仅仅大家都投入的慢就改，你认为还有哪条部分？还没有，比如说专门为我们东部服务的专门售票口，还是讲你花莲有没有用身份证来订票，或者还有哪个其他的配套？我们刚才说白金卡8折的票，为什么我们花莲人买不到8折的票？就像我这一次去印度啊，他们本地人到泰姬玛哈陵参观，他的门票25卢比。等于12块半，可是外国人要750卢比，是375、有等差设计的哦。你375块等于他们本地人12块半而已哦，我们差了几十倍。为什么我们花莲人要做花莲命名的车厢？我们花莲为什么不能8折优待？要给旅行社来优待呢？所以还是在这个设计思维上，从源头要一些改变。你说要买300多万，我们哪一个人？我们赚一年的薪水也只有100万而已，哪来的300多万去跟你们台铁买票？我说这都是胡扯。好，先谢谢议员，您请坐。好，谈到了，你样片咧看一个样片，那个样片赋予到依然所讲到的讨论焦点，你先来看样片继续讨论。海水到三大事件6年，桃园到抢上东北5年。东埔就是安江，下到安东应对，就是为到了发动铁路到万新天气化了后，东渡个进行整体火车跳轨上工厂，花莲作为全推时代铁灯火车跳，南北行为空台变做3倍台，新车也会购买。购车计划里面分2个部分，一个是997亿的新车购车，另外呢有将近75亿是旧车的改造。查进来程度，过监视的落难体下。好，那你要定的日期是？早早求打雷主温，冻降摩擦后溃，西海亚被派人变种人群入到中国偏向嘅重要工期。以前唔是甲高中拢免学照片吗？为去南去处理公务的廖先生接送队，今冇现在坐火车，系因为唔拿地片。花莲它的地形比较狭长嘛，其实到其他比较往南一点的地方它的交通不是那么方便了。只要是3天以上的连假，3天4天，再来就是过年，这个原则上呢，100%的出车量是一定要有的。谢谢哦，谢谢，拜拜。匆匆改发动铁路线用27个火车跳。国际车并唔系80天，停靠一个车站大概要花掉5分钟，然后我再停车让旅客上下，然后又慢慢开出去。花东线它并不是旅客很集中的车站，所以我们现在每站都停的话，那也变成慢车了。到花莲中南区嘅3等小站水尾乡，系凤尾嘅5米之乡。文餐、爬顺、茶染、老肉牛葱，营业都高5位数。小吃啊，像什么绿茶、肉圆呐，就是温泉我觉得还蛮有名，还有那什么瑞穗鲜奶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转乘列车，你台北到花莲之后呢，花莲接着有开很多的区间车到玉里啊，到瑞穗啊，水尾按贴片肌肉机滚共4Q，照了下对后列车停靠率68%，所有车中停靠率73%，咁拉了下。针对瑞穗站的部分我们在正常班表里面，北上1班，南下各2班，
目前用临时增停的方式开行到2月底，所以它每天现在都有3班车可以利用这样子。该2月份了后呢，水尾到南去其他3点站居民嘅生活市区，到了下东埔铁路交通议题安热嘅情况下，让我做得高进步呢。好，咱就杨平安呢继续讨论议题哈，在台铁来讲，它的车站是分级别的哈，当然是依照它的营收啦、客货运量的这个最高等级，从高排到低，有分特等站、1、2、3等站，还有简易站跟招呼站哈。我们看到全台湾的特等站，一听到就是特优的，有没有？台北、台中、高雄跟我们的花莲是4大特等站之一。其实花莲跟台北、台中、高雄这种从人口或经济规模上来比，都不足以比得上这3都。可是为什么在台铁系统它会变成是4大特等站？就可见到说，在东台湾这个后山的地方，因为观光这种特殊的细 Q 自然资源的细 Q， 所以闪闪安台改利用变成一个重点区。那我们看到这是特等站，那从整个花东线呢，将近150公里，只有我们的玉里。还有我们的台东是作为1等站，因为玉里是整个花东纵谷地区的中间带，所以它也很大站哈，所以被规划在1等站。所以呢，都其他嘅包含从寿丰、凤林、共福、水美啦，还有福利啦，推动的七省贯散，了到通邦系所谓的3等站。所以它部分还係向前也有意見被發表、被討論嘅。剛剛講1等站跟3等站來講的話，那我想這個規劃我要跟鐵路局一個建議啊，這個1等站到3等站這個規劃可能要重新再鑑定過，應該要改變了，是不是？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啊，像前花蓮縣，除了花蓮新站有前後站之外，我們可以看我們所有其他鄉鎮都在除了重建還是說改建，那我們呢我們瑞穗鄉是所有的13鄉鎮裡面唯一有前後站，我們講東西站，嘿，我們水位好特別哦。对，所以你觉得这是象征什么意思？应该被重视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设计？我想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啦。瑞穗的观光哈，真的是在蓬勃发展，比其他乡镇都要来的多哈，观光客。那会设计这个东西站，是因为我们的西站部分呢，是我们有好几百公顷的这个温泉区。好，温泉区目前呢有很多的大饭店已经进驻进来了，正在建了。甚至呢有大的那个天成饭店呢，以前的春天饭店，在107年要正式营运。那后续还有2、3家的大饭店哈，温泉饭店也正在规划当中。所以呢，这个观光的需求，还有观光这个游客哈，一定是相当的大。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这个1等站跟3等站的区别要重新规划过了。是，谢谢你。所以这样子的分配跟设计听起来好像是行之有年，是过去的比较古典传统的。那因应现在的这种新产生的需求，还有很多很难抓比较机动性的东西，是不是要到调整？这100年老店是不是要重新思维一下，值得讨论？黑美也有那个有历史中间反映呢。宜兰的东山，东山铁路局有把它编列为观光车站。哦，给特别的，还观光对，它的比较特别，所以我们东部这么长的距离，花东是不是可以把瑞穗选为一个观光车站？好，那待遇就不一样了。对，待遇就完全不一样。它可以加挂车厢，它可以让比较多的列车停靠。再来第2点，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观光客，铁路局应该要特别的来思考，让这个瑞穗真的能够配合中央来发展观光。是。好，谢谢。先谢谢。就历史中已经凸显了我们在东部民众的需求。看看，你个种推标，来水每个交通问题，你也做个意见，你像创年讲就好。是，你那边可能多复杂，错误多复杂，但是我希望讲铁路局下面有法度，用跳蛙式的停，莫特站都一听讲停，那只插头，那只插头。什么叫跳蛙式的停？跳蛙式，譬如你讲花莲下来，我水每停都多富里去，也多慈松，也系讲你广福停，我都停啲玉里，水每都跳踢。唔免讲特站一定要停伫那个地方。用袂太甲袂上涨么？咁样因天安道爱天安烧袂吗？咩也冇离退安尼啊！你马该查家讲的啊，玉里马该查都停啊。但是人快车变慢车也总得。你那边向前我讲快堂，特摆爱坐火车咩好，也系爱转来咩好。火车下来以后要坐火车，没有接驳车啊。我家有可能啊，区间车我哋喺敷衍查条的。要敷衍查条的。伊睇下，我咩良心讲啦。上行5班区间车，下6班区间车。5、6班。你好不容易有争取1班，7点57分407次，给自强敷衍有停，我这么来争取
13点钟无一병茶都台北去啦。听有无？你俩老人家，哪有可能讲爱送茶，搁到花莲去温茶？哦，冻甜嘛。爱当玉里歹势啦。我去炒货场啊，还那个炒鸡行的下鱼，也迄下场啊，还那炒鸡行的转来。歹势，你也对老人家有很敬重的个。好，非常感谢代表。唯一大家都采取向前，唯一该对外交通系铁路，不过铁路对掠偏该向前，该父母可能掠系听不到。也有观光嘅业者就利用掠机构咧反映的，系无？了解欣赏，这位先生。首先要感谢铁路局哈，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可以有一点买到车票有中乐透的那个喜悦感。哦，这样子哈。中乐透几率很低呢。然后我的想法可能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了，请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都是买到快车买不到车票。然后花东线这个部分啊，其实我觉得，铁路局可以思考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花东慢车。好，对，就是把火车西部干线没有用的那些平快车啦、区间车啦，全部弄到花东线来。为什么反而你们需要？然后弄到花东来做什么呢？就把花东线变成花东捷运。至少站站停，站站能利用。每一站都停啊。可能20分钟、30分钟开一班，然后铁路局可能讲说，这类区间车拢无人坐啊，要安怎？你不要收费嘛。你现在目前区间车都还是有收费，所以又很慢，人家就不要坐嘛。那不要收费，铁路局说啊，我都了钱啊，不要收费，我们了路这是提供另外一个想法，是就是我们现在老人家坐火车，我们花莲县政府有补助嘛。然后我们交通部观光局也有做一个那个台湾好行的补助嘛，就把这些钱补助给铁路局，铁路局就开这个花东慢车，然后慢慢的开，让游客可以慢慢的坐，老人家也可以慢慢的坐，这样一来，铁路局就照顾到花东的百姓，让大家可以免费坐火车，然后又推展观光，然后财源也有了，谢谢。这位大哥，你贵姓啊？简先生，要不要考虑进入台铁服务一下哈？这样子讨论一下。乡亲一直反映到说，东部是有特殊需求、特殊性，那能够针对特殊性来给予配套吗？不晓得委员或者说不晓得中央这方面的讨论的声音意见是怎么样？我是觉得那个第4代票务系统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契机啦。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20天，我们团体票可以20天之前就能够订票。如果花莲的乡亲啊，比如说他的可以更早。对，如果说他也是可以在20天前，一般的游客的话是14天前。对，我们是20天。我们如果20天前就可以，优先来订票的话，我相信这样子也可以解决到一部分的问题。当然这要有不同的限制啦。团体票可能是一次可以买20张，但是如果是花东居民，你是返乡需求的话，就是比照一般，你可以提早20天，但是比照一般最多是6张。这样子来订票的话，我相信又可以解决掉一部分问题。但是如果是观光产业的需求的时候，这个要另外的考量，就是真的还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时候，就是北回线3轨化、花东线双轨化，还是有它的需求，必须要赶快来进行的。我先请张段长来回应这个部分，这个一日生活圈或者是说这种特殊型订票这方面的内部共识，可不可以把今天意见真的听到心里面呢？这个我们会带回去研究啦，因为这个过去我们因为不管是本地的或者是观光的，过去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就在做这个服务嘛。那未来做差异化的这个服务呢，当然我们还要去做研究。那观光客跟本地返乡的，那当然是会有排挤的效应的。如果说你这个返乡的优先订，那就会造成说观光客他可能要到东部地区来玩，所以解决的就是像刚才讲的，北回是不是要双轨，这个也在研究。好，也是一个研究方案。那花东的双轨呢，是行政院已经列入第一优先。第一优先要做，因为现在做评估了吗？现在正在做评估，因为像花东线只能跑75班，就是未来我们的车厢买进来了，对，你班次太多，它也没有办法，路线容量不足，所以这个行政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是，好，谢谢张段长。北回线有双轨，我们的花东线现在只有部分的瓶颈路段有双轨，但是总长不到是总长的1/4，大部分是单轨。所以在地的乡亲有没有更高一层的需求？我们这边做最后的开放，再把你们的意见提出来，让我们张段长可以带回去好好演绎。
我们先请我们的张议员。以目前来讲，我认为是多加，比如说自强号，它现在是八个班次嘛，8个车嘛，普悠玛，说自强号你都挂到12节。对，普悠玛能多挂4节的话，就等于说也是12节。只要不行的话呢，就是自强号就希望它多挂一点车厢，再多挂，对民众可以买到多一点票。再过来就是台铁客座股这边，车票要透明化。因为今天你一个车次一个班次只要4个车位，400个车位，你就要告诉我说现在已经没有车位了，不要让老百姓一直订。透明化，你要透明化嘛。那假如没有透明化，是不是你可以私箱收售呢？可是现在的台铁订票系统不是有可以查余票？没有，他没有办法查询说余票多少，没有办法。假如今天他放300个出来，100个放在口袋呢？所以就不得而知了，对，所以这样是不行的。我认为说，剩余车辆要透明，剩余的车票要透明化。自强号要加挂，要加挂。好，加挂车厢跟透明化，好，有没有可能？谢谢你。好，我们要请这位罗腿表。现在我们瑞穗到台北的也是没有直达车，现在老人家坐到花莲又要转车到台北。旅途奔波，在花莲再到台北，在台北回来花莲又要停下来，又要再等个半个钟头再转车，老人家不会这样做。是，老人家是说看说，我这边瑞穗直接到台北的话，都 OK，好，而且老人家也不会买票，都是年轻人在买，所以说希望说可以多一点，瑞穗直达到台北的这样，好，谢谢。副总感察罗腿表。好，还有当地业者代表，是杨小姐。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我们是民宿业者，那我也是一个游子返乡的那个本地人回来。那其实我刚刚很多先进都讲了很多，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个切身的经验，以往我们都是携家带眷从台北要回来。对。那刚刚我回来的时候是满满的车。的人，车厢里面是满满的人。那沿路到了花莲之后，下了一批人了。车上还是有满满的人哦。好。可是沿路从寿丰、凤林、光复，下的人，还好。等到我这种瑞穗一站起来的时候，几乎是一半的人都你们瑞穗人，都从我们瑞穗下车。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我好几年来的切身经验。所以刚刚从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瑞穗的需求量是很大的。那再从需求量的客群来看，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族群之外，大家还有想到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我们鼓励青年返乡，鼓励游子归巢。那这些东西，这个铁路的运量是我们东部唯一的一条主要干道，最仰赖，这会影响到我们大家的意愿，继而影响我们农村的发展、观光的带动。好，我希望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台铁，还有政府这些政策都希望可以一起来配合，一起来改善，注意到我们这个地方。好，谢谢。年轻人返乡在这里安居乐业，就会结婚生子，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少子化哈。所以原来国内的生育率靠台铁啊，大家加油哈。好，我们也讲到说这里是民宿业者代表，今天是在瑞穗，其实在玉里哈也有民宿的代表业者，我们的许大哥，你也从你这样子经营在玉里民宿这么多年来，也来告诉我们好不好？许大哥不要客气哈，还是我们就请我们请大姐来。我们常常买不到票，从下午2、3点一直买到5、6点，买不到车票。是。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想办法跳上火车，用一种好像小人的态度就把它上去了。结果上去发现车位是空着的，真的很纳闷啊。那一直是有这个问题。那我常常就想说，可能是台铁的订房系统的问题。那刚刚对啊，第4台订票系统要订房系统问题。但是刚刚段长吗？对，是我们的他说张段长。他回去会有研究很多的方案，可是我觉得研究过以后，我们多久才可以期待到这种结果？回音在哪里？对，还有就是说，现在普悠玛号不能买站票，没得站。那我常常会觉得，我上去，我第一个听到的声音是，请你不要买站票，站票的游客请你下车，要罚钱哦。还有人跟我讲说，你会被赶下车的。那我坐上车以后，其实我是忐忑不安的。但是看着2/3的空位，忐忑不安的吃一个便当，我就一直在看会不会有人来赶我下车，会不会有人来罚我50%的车票。好煎熬哦。那
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讽刺，而且一路上听到的广播就是说，请你不要买站票，没有站票的人请下车。它有安全考量，可是又没有办法让我们有位置坐，所以到底是安全重要，还是让我有位置坐重要？那我有个建议，如果车子是常常是空着的，那我们又买不到车票，是不是就开放自由坐？放票的部分是，刚刚我提到说能不能提前哦，实际上我觉得，因为业者跟居民实际上是没办法分开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给观光客，其实居民就是观光客，什么意思呢？因为包括有业者他需要观光客过来，所以他就会代替观光客去买票哈，还有业者，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方式就是说，不要一次把所有票都放出来，OK， 分段式的放票。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分段式的放票其实是有增加散客拿到票的几率。这样子，这是可以思考的。那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每个礼拜放一半的部分，或者是说分3趟把它放出来。这是一种，因为有些时候长期之下，你会怕买不到票，就比如刚刚林代表所说的嘛，他怕买不到票，所以他16天前就买了16张票，其实他只要3张票。OK， 那再放出来，可是，在当天同一个时间，就很多人买不到票，所以他们就会很生气，对不对？那如果是分段放票的话，这是一个好方法。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个普悠玛一些不必要的规范，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拿掉哈？比如说像自由座的一个思维或者是部分的站牌车厢开放成可以有站票的一个机制。所以硬性规定符合不到现在的需求。最后段长，我们知道石头丢到水里面会产生涟漪，涟漪产生效益嘛。今天的座谈会就是一颗石头了哈。那当然，今天很高兴你来面对大家的声音，但是这个可能是要整体的共识。这个意见，小新说好，可以带回去研议，真的回音的部分。谢谢大家提供非常宝贵的意见。我在这里有几点要跟大家报告。第一个就是普悠玛跟太鲁阁它是固定编组，没有办法加挂。那第二个就是刚才老师讲的分段式的把这个票释放出来，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因为我们避免就是有很多的人他订了票以后，他订掉这个左手放出来，右手又订回去，所以我们这是用电脑不特定的再抛出来。那第三个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除了这个票务的系统去管理以外呢，我们现在在做的最短期的就避免说假性的需求，就像刚才讲的，我只要3张我找了很多亲朋友去，结果订了16张，那这些在试出来的时候呢，所以说像这个过年第1天、第2天2天取票，第3天很多人又再订到位置，所以说我们那个阶梯式的退票手续费，那第二个我们这个就刚才讲的这个白金会员卡，我们从这个月的26号去回票的这个9折已经取消了，所以未来这个白金会我们还是会向上级，因为你供给已经不足了，我们是希望说在旅客有这么大的需求呢，这个优惠是不是可以取消？第三个再过来就跟大家报告了，刚才主任跟老师都有讲这个短期的之外呢，我们这个长期除了买车就是路线。这个路线容量都要增加，才有办法满足所有乡亲的需求。谢谢。谢谢段长。最重要还加抬价那现在是狗年期间只有祝福大家买得到车票，感谢大家，再会。